各位乡亲，三个人继续向前行，虽然还未看见天城，目前心内却一直想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所在？目前想起传道人讲，天城无目屎，无痛苦，有永远的生命。这几句话一直鼓励伊。故一讲，我只要行到底就好，其他免想遐尼啊多。伊有决心，毋过较少思想重点。顺便讲，若天城真水，我当然嘛要去。若路上艰苦，我就爱考虑。伊想的是安逸，毋是生命改变。无顶讲，我真正期待，毋只是天城，是要亲近上帝。望，互伊一直有气力。路过真远，三个人各继续向前。目天愈行，心内望愈大。各位乡亲，人若一直望向终点，就较有气力行。今仔日的路，第一个大考验要到呀，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